如果要揾梯形嘅高，可以點做呢？睇一睇呢個梯形，咁有兩條紅色線嘅，係代表上底同埋下底。高必須要垂直於呢兩條線嘅。咁我哋可以先揾其中一條線，再用三角尺或者普通嘅直尺，咁總之有直角就可以噶啦。然後貼住其中一條邊掃過去，去揾翻佢嘅高嘅。咁呢把三角尺佢嘅邊同呢條線係拍埋咗嘅喎，咁即係話呢一個就係梯形嘅高啦。佢同時會垂直於上底，亦都係垂直於下底嘅。我哋再睇第二個例子啦。咁呢一個都係梯形嚟嘅，咁佢哋嘅上底同下底就係呢兩條紅色線。咁我哋可以轉一轉張工作紙，令到上底同下底係望上去係打橫嘅，即係咁樣。然後再用三角尺掃去其中一條邊，咁呢條線同三角尺拍埋咗啦。咁即係話呢條藍色線就係梯形嘅高咯喎。再睇另一個例子，呢一個梯形，呢兩條紅色線係上底同埋下底，然後用三角尺掃落去其中一條紅色線度，咁你會見到呢條虛線同三角尺嘅邊邊呢拍埋咗，咁即係呢條藍色線就係梯形嘅高啦。而家再睇呢個例子啊，咁個梯形呢比較特別，呢個咁樣嘅呢個範圍，咁呢兩條紅色線呢係互相平衡，亦都係梯形嘅上底同下底嚟嘅。咁我哋又係啦，轉一轉張工作紙，等兩條線望上去都係打橫嘅，然後用三角尺掃過去，咁你會發現三角尺嘅邊邊同呢條線係拍埋咗，咁即係呢一條線就係梯形嘅高啦。